也这大牛早大平安。咱带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圣诗，圣诗第41首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。第41首，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。第1节。请来，请来，马内利，救赎以色列正行日，因受千山是真相信，摇头梦想行。第2节。请来，请来，耶稣根基，逃亡撒旦手来逼死，拯救离开地狱免死，托出。咱今仔日有兄姐要受洗礼，咱来吟第351首，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第1节、第2节。第1节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受所丰盛的活命，基督人所欠，伊要受所，予你甲我无欠一件。第2节。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，予人改变的生活命，开辟大所地，也要开花，祈求的人要的羔羊。咱今仔日也要领圣餐，所以咱来吟第364首。第364首，食这杯，啉这饼，照念咱的主。食这杯啊，啉这杯，就管我的眼眉个腰，就这饼，啉这杯，辛苦我的眼眉水道。
咱练习到遮，请兄弟将手机啊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，谢谢。恁着学乐耶和华，就伫上帝圣所学乐伊，就伫伊权能的穹苍学乐伊，就因为伊大权能的行做学乐伊，照伊美妙的权大学乐伊，见脑敞开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
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学着上帝。圣诗41首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。咱吟第1到第4节就好啊，第1到第4节。咱用心的改变，做咱信用的告别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机倚主你的上帝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加先知的总章个。了解交界是全律法加先知的总拳头。若用新的改变，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竟然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，咱三甲来用上帝话来启应。启应文22篇，也就是诗篇95篇。咱三甲来启应，我来启，还是姊妹来应。来啊，咱来唱歌学乐上主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，
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尊至圣万权能的宝贝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学了你。你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、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是奇妙的魔术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爸，和平的人君。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阮的心要因为你的救恩来欢喜快乐。亲爱的主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伫这个大降节的时，阮领旨你的降生，感谢你为阮人类，成做阮人类的救赎主，将光明带予这个世界，互这个充满混乱罪恶的世界会当有光芒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是价顶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罪，担当阮一切软弱，互阮会当倚靠你来过着得胜的生活。佮赏赐阮有丰盛的活命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互阮国家的执政掌权的，甲即届所选出来民意代表，拢会当行公义、信存人民、谦卑甲上帝你三甲来行，互阮的国家会当佮向前来迈进，互主的救恩会当运行伫阮的国家，互阮的百姓会当来认捌福音。亲爱的主，今日有两位姊妹要领受洗礼，我也要甲主你同齐的领受圣餐，求圣神来充满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生命不断互你更新甲改变，互阮会当成做合你心意的人，愿一切颂赞、智慧、权柄、荣光，拢归乎你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圣歌队要用诗歌别赏，用乐器运行，有一首歌带咱来诗歌别赏。
咱三个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第4节到13节。罗马书第15章第4节，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望。愿使忍耐甲安慰上帝，互恁同心志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，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所以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恁。我甲恁讲，基督诚侪受割礼的人的采用，是要显示上帝的信实，通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，嘛要互外邦人因为上帝的怜悯，通归荣光互伊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所以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认你，唱歌学了你的名。伊阁讲，外邦人啊，着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。伊阁讲，万国啊，恁着学了主，万民啊，着上赞伊。以赛亚阁再讲，亚瑟的君为不应，伊会起来统治外邦，外邦人拢会将望交托伊。愿赐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望。以上愿上帝赐予咱所读的话，阁遵行伊的真理去行的。讲到牧师要传予咱信息是，因为望我深信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当阮话通三组织踮伫你的圣殿，搁一摆敬拜阿罗的时阵，阮的心充满期待，阮的心充满望。愿这个望成做阮的气力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勇敢向前来跑走，也踮伫每一日，阮通见证你奇妙的作为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兄弟大家平安。望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因为望会塞咱向前行。有当时啊，咱对看见人对望的期待咧。我必须爱讲，咱去看小朋友就知啊。小朋友会期待讲，即礼拜要做啥物？会期待讲，过来要去对佚佗，过来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？顶礼拜，阮后生确诊，昨运动会，所以当伊确诊的时阵，伊就规个人安怎？就伤心的。就规个人就伤心的，因为伊真期待讲，伊要去跑大队接力，伊足期待讲，伊要去领奖，所以迄个望会塞咱不断向前行。这个望有当时发生意外的代志，毋是干那伊足伤心尔，因规班嘛足伤心的，因为规班拢讲。若是减这个，咱可能都走袂赢，所以规班拢共款足伤心的。逐个人拢有期待，逐个人拢继续咧望。这个望会改变人的生命，这个望嘛会改变一个团体，改变一个所在的气氛。今仔日咱读罗马书，罗马咱听到这个名词就知影，罗马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？你会想到伊是一个足大的城市对无？因为咱拢听过迄几句讲啥物？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搁有啥物？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这几句话已经咧表达罗马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啊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代表讲迄就是世界的中心。无论去到伫对，所有拢爱朝向罗马来行。以及罗马毋是一工做成的，所以这个累积是愈来愈扩大，愈来愈成做一个世界的中心。罗马是一个真大的所在，
毋过，这个真大的所在，敢真正真好吗？就亲像即马踮伫世界，嘛有国家想要成做世界的中心，敢毋是？但是，敢真正是好代志吗？照咱对罗马历史的了解，几个君王中间，看起来这个君王是得到上悬的权力，毋过，这个君王无一个是好死。我讲无一个好死，就是敢若少数的人会当真正是寿终正寝，大多数的君王是安怎？毋是互人杀死，就是自杀。也就是讲，迄个拥有上侪权力的人，看起来会当得到侪的人，结果伊却成做上无平安的迄个人。若是照安尼来看，即个欲望，迄个想要得到全世界的快乐，想要成做世界中心的即个欲望，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所以，既然即个欲望有问题，咱必须就爱来问的是：安尼真正的欲望会是啥物？所以对比罗马的君王，咱来看保罗。保罗伊的欲望是啥物？到底对保罗来讲，伊的欲望是啥物？保罗敢期待的是来到伫罗马，我会当起造一间所谓上界大间的教会吗？其实并毋是安尼。对保罗来讲，伊所看到的教会，毋是组织，毋是体制，伊所看到的教会是每一个军队基督的人，受上帝的呼召，会当成做一个团体，会当成做一个真实活出甲福音三复合使命的人。这是保罗的欲望。不过，这个欲望甲罗马的欲望就有真大的差别啦。就伫这个差别的中间，咱会发现讲，伫这段圣经节，伊咧对咱讲头一项。你爱学习忍耐，为什么你爱学习忍耐？因为咱踮伫这个世界，咱踮伫罗马，咱所期待的迄个欲望，甲整个世界咧追求的完全无共款。这个完全无共款，会致到咱拄着冲突，会致到咱拄着侪攻击，互咱无法度活出一个咱所期待会当真顺遂。毋过，为着上帝受苦的人，要进入永远的阳光，这是保罗心内底的欲望。所以保罗的欲望，带咱看见，咱需要忍耐。伊亲信，信徒会当成做圣，是因为上帝呼召咱；咱会当成做信徒，是因为上帝的呼召。搬过这个世界的眼光，搬过踮伫罗马所有人的期待，乃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子。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子，所以咱的心会当得到真实的欲望。这是保罗的欲望。煞接伊咧看教会，对世界看了后，伊转来看伫教会。踮伫罗马的教会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呢？罗马的教会内底信心，因讲信心坚强的人爱去帮助信心软弱的人。简单的一句话已经表达，踮伫罗马的教会内面有侪矛盾，有侪冲突。因咧拄着什么款的矛盾甲冲突呢？有犹太人的信徒，有外邦人的信徒。当这两群人拢做伙接受耶稣，要来跟对耶稣的时，开始拄着冲突啦。因为犹太人咧想啥物？犹太人咧想的代志是：阮是上帝的选民呢，阮是上帝的选民啊！阮自细汉开始，阮就领受这个恩典，阮就已经踮伫上帝的听内面啊，所以阮听起来比别人搁较好。这是犹太人所想的。若是外邦人呢？外邦人接受耶稣来到伫教会中间的时阵，因开始知影讲，咱是受着恩典的，咱是受着恩典所拯救的人。所以这两群人开始有冲突。犹太人认为讲，这是阮的，这毋是恁的。
外邦人认为讲啊，毋是基督的福音是互咱所有的人吗？所以这两群人踮伫教会内面，开始有矛盾，开始有冲突。保罗知影，每一个团体中间冲突是必然的，但是冲突毋是干那表面上咱所看到的。冲突为什么会出现？是因为人本身是有罪，是因为人本身的罪，抵到讲咱干那看咱家己的角度，咱干那看咱家己认为要紧的代志，所以照着安尼，迄个信心坚强甲信心软弱的曲正做啥物？是我咧判断的，是人照着家己的眼光咧判断。照着安尼保罗所讲啊，伊继续讲伊的愿望，伊继续讲伊的愿望是为着要归因讲上帝，恁爱彼此接纳，亲像基督接纳恁共款。伊讲即句话真重要，因为毋是啥物人先来，啥物人后来，所以稳定有差别。伊所讲的是基督看待咱大家是共款的，无分犹太人，无分外邦人。基督来要彰显的是上帝的信息甲疼，通过上帝的信息甲疼，互犹太人甲外邦人会当搬过看起来的限制，会当成做一个彼此接纳的团体。这是伊的愿望。所以这嘛是今仔日咱每一个人会当做伙学习的，伫每一个团体内面，拢有啥物人先来，啥物人后来，啥物人踮伫遮较久，啥物人拄啊来到伫遮，啥物人都无熟悉。有当时时间久啊了后，先来踮伫遮久啊的人会认为讲，这应该爱全部照我会常常去行。我认为，这个团体的规则应该是安尼，教会应该是安尼。毋过新来的人，因所看到的代志，甲咱所看的有真大的差别。我讲，当我有机会甲一寡毋是基督徒的人咧分享信仰的时阵，我得到真大的学习，因为咱认为理所当然的代志，对因来讲，拢毋是理所当然。譬如讲，咱顶悬有小护士，有当时因看我穿牧师服，我开始解释牧师服的意义到底是啥物。有当时咱久啊，咱嘛袂特别去问。但是当拄着毋捌的人的时阵，有兴趣的人的时阵，就会开始去解释讲，牧师服到底啥物意义？代表讲，咱是有罪的人，需要上帝的怜悯来帮助咱，互牧者会当宣讲上帝的话。这就是开始咧解释，以及咧讨论到底咱会要洗礼用的水爱是啥物水？咱敢有想过要用啥物水通？才会当洗礼。咱就想讲，去边水道水拍开，然后祈祷就会当洗礼啊。咱无想到过，其实这个问题是早前教会吵几千年的问题，因为因咧吵啥物？因咧吵啥物水才是神圣的，所以有人讲，爱伫活的水内面。所以，啥物叫做活的水内面？就是因讲爱有流动的水，所以有的教派讲，伊一定爱去迄个有流动的水遐才会当洗礼，爱去河，也是大海，也是有人佫讲，佫较详细，爱来去约旦河，才会当洗礼。其实来到伫现今宗教改革了后，已经有真大的变化。咱是照着礼仪、圣神临在踮伫咱中间，所以这个水真做圣，这个水真做圣的开力。这就是有当时咱踮伫教会久也是新来兄弟姊妹，咱有足侪无熟悉的所在，但是这个彼此接纳的过程，以及彼此敲找答案的过程，这是愿望。咱咧愿望啥物？
咱咧望的是每一个兄弟姊妹踮伫教会内面，咱会当成做一个属伫上帝的团契。这个望帮赞咱，互咱会当彼此接纳，互咱会当彼此接纳，信心坚强的帮赞，信心软弱的，人捌较济的帮赞，人捌较少的，互咱会当彼此踮伫遮沟通，彼此踮伫遮照着耶稣的名，成做一间教会。这是教会，这也是保罗伊所相信的。所以踮伫后壁，伊经文内底继续讲，外邦人共款会当领受上帝的救恩，毋是因为血统，毋是因为你的背景，毋是因为你有受割礼，毋是因为你就是上帝的选民。外邦人有缘通成做上帝的囝子，因为耶稣基督拯救咱大家。基督成做世界的望，这个望帮赞保罗咧对抗的，伊对抗罗马的势力，伊对抗教会内面的冲突。到伫上尾啊，13节这是一段祝祷。到伫13节这是一段祝祷，伊讲愿属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。搁互恁对圣神的快乐充满望。咱有看见，伊不断咧讲啥物？望对来，属望的上帝。望是对上帝来，然后圣神的快乐也互咱有搁较侪望。伊清楚咧表明，人是因为有望，所以才会当向前行。咱若是无望，咱就会每一日活甲亲像毋知影到底咧过啥物共款。所以迄个望杀咱向前行。毋过一个神学家阁继续讲啊，一个神学家也继续讲出讲，其实生命中间吼，真正有价值值得做的代志，大多数无可能踮伫咱也活的时阵会当达成啊，就是因为安尼。咱才需要望，就是生命中间真正重要的代志，大多数袂踮伫咱还阁活的时阵会成就，所以咱需要望。你愈想会愈感觉真正有道理。咱期待所要看到的代志，其实会当成、袂当成，是上帝的恩典。当有当时啊，甲青年人咧讲计划去讲未来的规划的时阵，我拢特别甲这些青年人讲，你嘛会记，会当成、袂当成是上帝的恩典，因为咱无人知上帝互咱会当踮伫遮做偌久，无人知上帝互咱踮伫这个世间的日子到底有偌久。毋过，你爱问家己的问题是：你敢会因为安尼，你就不爱继续向前嘛？你敢会因为你感觉讲哦，可能明仔载上帝就要甲我接去啊，所以我规气啥物拢不爱做嘛？袂，因为迄若是真正你生命中间感觉重要的代志，你生命中间感觉有价值的代志，你就会不断向前，跑走到上帝的时间到为止。会当成，袂当成，这是上帝的奥秘以及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也是同款的。咱每一个人服侍上帝拢是同款的。咱尽咱的气力服侍上帝，这个目标会当达成，也是袂当达成；会踮伫咱的手，也是袂当踮伫咱的手。迄个主权拢在伫上帝。咱来相信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因为咱伤过认为，这个工作一定爱踮伫我的手，才会当完成。世界才会有这样子的混乱，敢毋是？都是因为咱一直认为讲，这一定爱踮伫我的手来完成，所以咱才一直想要靠家己的气力去外带，去继续用这计谋，想要用咱的气力来改变。但是咱袂记哩，主权在伫上帝，所以这个望帮赞咱，搁较亲信上帝是唯一的主权。而且，济生命中间要发生的改变，永远毋是人会当按算。
永远毋是人会当测到的。最近这2礼拜来，咱看见对方发生啥物代志吼？咱知影对方发生白纸革命对无？白纸革命是安怎造出来的？其实这一开始是苏联的一个政治笑话啊，就是有一个人踮伫莫斯科广场顶面摕一张白纸，然后有警察要来甲伊抓。有人要来甲伊抓的时阵，这个人问警察讲：“我啥物拢无写。”结果迄个警察回答啥物？伊讲：“你抓准我，毋知你想要写啥物嘛？”所以这就是白纸革命的开始。一张啥物拢无写的白纸，实际上啥物拢写。一张啥物拢无写的白纸，啥物拢写，伊咧写啥物？伊咧写愿望。伊咧写愿望，愿望即块土地会当有新的可能性。愿望人的性命会当得到尊重。愿望踮伫黑暗的背后，永远有光明。所以当咧看白纸革命的时阵，咱也有愿望，但是这个愿望到底会实现也未实现，是完全在伫上帝。也是安尼，咱才会当学习祈祷，敢毋是？咱才会当学习祈祷，讲期待伫迄个充满艰难、伫迄个充满黑暗的环境、伫迄个无尊重人权的环境，永远有新的可能。永远，上帝你的掌权，要互失去愿望的人得到愿望，互迄个无受到尊重的人，会当真正因的性命受到尊重。这就是迄张啥物拢无写的白纸背后咧写的代志。来到伫大港节，咱也咧调愿望。伫大港节，咱期待圣诞会来到，因为基督的光要过一摆照光咱已经困去的心灵。昨暗，咱踮伫对面办电灯，点到咱心灵的光。这个兄弟姊妹三组节也彼此分享讲，真正是真久无安尼，大家人斗阵啊！真正是有真长2-3年来，大家人无安尼，彼此斗阵真自由，踮伫遮咧做伙交陪。是经过这2年多，咱看起来，搁要进入新的愿望啊！看起来对抗疫情到伫上尾路站。毋过，咱也知未来有可能阁有新的挑战，但是这个经验会帮助咱继续向前，永远有新的愿望。这个愿望要听候公义甲人民3真，听候喜乐甲平安3好。踮伫圣诞的节期，愿上帝的平安甲咱3伫地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因为愿望我亲信，我相信，因为我看见，我相信，因为我听见。但这个因为到底对来咧？我看见世界的纷扰，我听见红心的冲突，信。渐渐离咱远远去，因为愿望展现伫咱的目前，因为愿望撞入咱心，我看见公义甲人民3真，我听见喜乐甲平安3好，我亲信路的尽头会有太阳，心的深海会有外开。路到伫路尾，永远有愿望；到伫咱心的深海，永远咱会得到上帝的话开，帮助咱向前。请咱做伙来吟这首圣诗，新的歌词有2节新的歌词，咱做伙用这新的歌词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世界冲突混乱，信心受考验渐失去，欢喜讲基人民的远望，深深路光照有外开。上主上使人来甲安慰，予人靠是行所无求，互相接纳将望交托，身心充满平安快乐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。虽望世间充满黑暗，阮犹原深信你的光光照阮。虽然有所在无尊重人的性命，虽然有所在念伫邪恶的势力所捆绑，阮犹原相信你的公义要显明。阮也深信踮伫路的路尾永远有光。愿你的话光照阮，愿你的气力成做阮的帮衬，互阮伫每一日，阮活出愿望，活出信心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圣歌队要带咱用另外一首诗歌，同齐来默想。请咱同齐来吟圣诗351首。咱踮伫吟第一节甲第二节的时阵，请要领受圣人洗礼的素贞节来到伫台前，请咱做伙来吟351首第一节甲第二节。
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被受赐丰盛的我命，其他人所欠伊未收拾，啊你甲我无欠一件。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，予人改变的生活命，回避那所地也未开花，祈求的人为你羔羊。阮得着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。伊是创造天地，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国话了后，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：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假是因守。各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，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。但我也要安尼对你讲，你着亲信，若真实反悔，告别你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这个圣礼典就要正做你的罪，得着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。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詹淑贞，你要领受洗礼，你着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，来应答牧师所要问你的问题。詹淑贞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？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？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你一情正信，佮愿你的神、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我只是来宣告，请会众起立。当你已经告别你的神来受洗，我靠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北克力小会的权柄，接纳你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。阿免。会众请坐，咱同齐来祈祷。咱同齐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。愿你祝福伊，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，也用恩典赏赐伊，互伊结连伫基督得着主的恩典。伫伊拄着试探的时，保护伊，维护伊真精进信仰的好精进。愿你的气力扶持伊，保守伊一世人踮伫你的疼。阮的主上帝，求你互阮众人对今仔日参加圣礼典。搁较明白洗礼的契机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离开你的道路，阮啥物拢袂会做。求你诚做阮的帮赞，互阮一世人诚做你尽忠的奴仆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敬上咱的洗礼证书以及咱的圣经。
好，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答。来，民务长咯。好，我简单来向大家介绍，这是詹素贞姐妹。素贞姐原本伊嫁入去基督徒的家庭中间，伊的大家是一位基督徒。然后踮伫病痛的过程中间，教会兄弟姊妹有去探访，成做伊真大的帮助。所以素贞姐决志讲，伊要一生来跟对主，愿主的听，甲伊三弟弟，咱拍鼓来欢迎伊。好，煞接咱继续来吟圣诗351首第3节甲第4节。在吟的过程，请要接受虔信礼的温柔来到日头前。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，有清净奇妙的平安，伫世的中间领受平安，为你为我逐项备办。上主的水泉使予咱人，逐时达归天为孤单，有几暝满满到伫恁窗，讲经你我唱足高兄。现在徛伫咱面前是伫细汉已经受洗礼，今仔日要行虔信礼来告别伊的信仰，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。主所听的郭文如，你伫细汉的时已经受洗，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，属于伊。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，但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你的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，来归属伊，献家己互伊，也重新誓约要服侍伊。咱的主耶稣基督讲。所以，见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也伫我天地的爸的面前要认伊。所以我劝勉你，就爱告别你的信仰，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应答牧师所要问你的问题。郭文如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？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，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？我只是来宣告，请会众起立。你伫细汉已经受洗礼。即时，家己告别你的信仰，我靠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北克力小会的权柄，接纳你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。阿免。会众请坐，咱同齐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。佮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，愿感谢你对这个姊妹所示露的恩典，也感谢你，互教会对这个接纳伊就近上帝的欢喜。愿感谢你，因为对伊的受洗，你互伊有份伫基督的身躯。愿感谢你，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培养，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。愿恳求你赦免伊当中的罪。即时，伊要奉献家己互你，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伊，
通互伊就近你的圣餐，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宝血时，求主互伊通得到疼以及稳定。愿上帝的平安，愿上帝的祝福，念伫温柔的生命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来敬上。恭喜！好，也请咱的小会员甲长老来接答。恭喜！好，我来做介绍吼。文如伊的妈妈咱拢最熟悉吼，为秋姐伫倒咯，伫后壁。好，咱中记踮伫细汉的时阵已经了受过洗礼，到呾伊决志要来真做上帝的囝子。文如踮伫伊咧教册吼，伊是地理老师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伊会当甲咱会当相斗阵，咱拍破欢迎伊。好，咱要做伙来领受圣餐，请咱同齐来吟圣诗364首，食这饼，饮这杯。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那属伫伊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记那着我担重担的，就就近我，我要互恁通得到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三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，伊也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。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记那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饼，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愿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愿，也圣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
对伫你稳定的帮赞，通正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长老来旁边。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，主耶稣也旁杯讲：，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见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长老来旁杯。
这个杯是圣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，纪念啉的时，就加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，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三弟弟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。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。对待以后，通荣光上帝。阮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甲恩典。请坐，咱来看几项教会的消息，甲咱来分享。即礼拜拜三圣经学堂咱暂停一摆。今仔日咱举行圣礼典，所以特别接纳嘛欢喜，会当有素贞甲文如领受洗礼，真做咱教会的陪参会员。
今仔日第二堂礼拜后，咱踮伫教育大楼会议室要召开小会，请咱的小会员来参加。过来第二项，今仔日下晡我会到伫台北参加教会宣告案例检讨会，请咱做伙带到。过来拜三，咱有报名要看电影《流麻沟15号》的吼，请咱7点半报到吼。7点半，这个所在会记住是 A2 馆地下1楼 ，A2 馆南纺梦时代 A2 馆地下1楼22厅，咱的东港会点伫遐，所以会记你这个地点吼，莫。因为咱过去若是有去看电影，是走去楼顶吼，伊是踮伫地下室，所以是 A2 馆的所在。所以阁有几个位置吼，所以若是有兴趣兄弟姊妹，当继续到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。好，过来12月18号的首中团要踮伫奇美博物馆有快闪演出吼，咱是7点15分到7点45分，所以有兴趣兄弟姊妹，但是这爱买票。所以会记你，若是照咱的这个时间买预售票吼，踮伫奇美博物馆12月18的时间。好，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，看到足侪真水的物件，即摆后壁阁有电火咧闪闪发亮。这是咱松联大学秋季班的学员因家己所做，这拢是老大人家己的创作吼，会伫迄个圣经诗下骹遐闪闪发亮。这个作品拢是因所踮伫即学期中间家己所创作的，所以因会踮伫咱教会遮布置，伫礼拜堂有布置，教育大楼1楼大厅遐也有因的布置，阁有咖啡屋头前也有因的布置，会当欢迎大家去参观来欣赏因的创作吼。好，我做以上遮的报告。下面咱来看本周的经句，伫罗马书15章13节，我先来读一解，然后咱做伙读2解。愿属毋茫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佮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毋茫。罗马书15章13节。好，咱做来。愿属毋茫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佮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毋茫。罗马书15章13节，搁一解。愿属毋茫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。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毋茫。罗马书15章13节。歹势，我袂记你讲吼，就是昨咱有替新昌兄举办个别礼拜，今仔日民宿者甲伊的亲人踮伫遮，特别要教会来致谢，也请咱继续为着新昌兄的家庭来祈祷吼。请咱踮伫主的厅内面，咱继续为着民宿者，为着因的家庭来关心甲代祷。好，咱同齐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，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赐福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遐堂，只求等到我罪，伫梦不可暗暝看见主的光。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赐福你心心的安宁。我
济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相属人愿望的上帝，借着恁逐人对耶稣基督得到平安甲欢喜，也借着圣神的开达，互恁得到满满的愿望，踮伫每一日勇敢向前跑走，分享主的疼，对他直到永世代。阿门。